伫台中的大安区担任着生态解说员的杜振兴，家己的废车改造做行动的金马车，世界去讲解着金马的生态。电视直咧报真侪种金马的影片，上囡仔注意。负责导览小街市金马专家涂振兴，即讲伊使行动金马车来到大安区的海建国小，了解金马的特性。好，来，张冠米。螃蟹，我爱你，我会保护你。为着互更较侪人看到金马的生存危机，伊特别用半年的时间打造金马行动车，使到学校和社区解说，大人囡仔拢真改赞声。没有实际的去做一个完整性的接触，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生物的可爱性，它也有善良的一面。涂振兴透过全台湾各地的巡回导览，希望环境保育观念会当传互大家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